观众朋友，唔知影你敢知影讲啥物是暗阿爸？主要就是讲内底呢缀啥物物件，毋过你唔知影，还有互人呢真好闲，也想要知影讲内底想要是缀啥物物件，就一直买起来哦。也即种物件呢是对中国兴起来的一款商品，啊内底呢有佚佗米，有红仔呀，有一寡细项米，也即种风调呢嘛对亚洲流行到欧洲甲澳洲去。 广州这个展厅内底，各种造型真幼儿型的红仔，囡仔看甲唔愿走。啊！我喜欢这个，因为这个是我妈妈的心。中国即阵啊流行酸暗鸭肉，这个电视的大型红仔，每一只外形设计拢有特色。消费者看到真想要甲贵客的商品拢炸转厝，业者嘛知影民众的想法，就甲因制作成抢碗大细，装入要鸭肉内。毋过无甲你讲内底装倒一只，互民众购买时阵充满期待。若是拆开时阵发现无买到想要伫的，就会继续甲买落去。若是买到较稀罕的，继续会起10倍。即种毋免开大钱，都有消遣效果。 正做中国经济无好的时阵，少年职员负担会起的幸福。业者讲，即马酸暗鸭肉已经为亚洲拖到澳洲甲澳洲，除了目前大家真欢迎的辣布布、加咸的系列，另外还有中国元素的红仔。 For example, the face-changing opera masks from Sichuan, the ancient zither-playing figures from classical Chinese history, and other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e've carefully woven them into the design. And as you can see here, there's also Kung Fu tea. It's all very charming and delightful. 业者讲，今去年下半年，暗鸭肉的业绩都达到6000万人民币，差不多代票2.5亿。Z世代少年人是上大的消费族群。暗过业者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也有专家是烦恼，算无偌久，随时嘛会退流行。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